个气象专业的讲解。虽然已经来解除着风台警报，也毋过风台带来的风雨，伫个南部地区是造成袂少的灾害。像这个南环公路梅兰明隧道的施工临时的变道，去互错漏的溪水冲去，加在无影响到山区部落对外的交通。详细状况要请记者雅心讲互咱知。雅心，请讲。 豪主波杜苏芮台风携带的强风豪雨是狂扫南台湾，画面中可以看到，这是在台20线南横公路梅兰明隧道西底的施工便道。这里从空拍画面清楚可以看到，整条便道是被暴涨的湍急溪水给冲毁，可见山区的雨量是有多么的惊人。不过幸好目前被淹没的便道是施工时的临时便道，主要用途是在进行明隧道两端延伸的加长工程。在台风来袭之前，公务段就已经先调整了施工顺序。 将道路改回台20线梅兰明隧道主线来通行，因此目前主线的通行状况良好，施工便道遭到冲毁，并没有影响到山区部落的连外交通。不过因为暴雨导致老龙溪冲毁的便道无法通行，目前已经改线由原本的明隧道来通行，并维持单向通车。主播 ，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